我们的蔡宜真，相信大家都知道宜真小妹妹是2的孩子哈。我们也感谢宜真跟余万在这次的活动当中，他们非常踊跃。那我也相信借这次的活动，使各位弟兄姐妹给他勇气，给他鼓励。Jawai anak pula. Aku akan diriku. Aku cabi tak perlu katulusa. Aku kama dilaa. Aku kina diauni. Aku walai wubu di kazu. Aku bawa yang wubu di lekan. Mali amat pula。接下来，宜真才艺的部分。唱歌。唱歌，要唱哪一首？不要沙沙的声音。要唱哪一首？歌名我不知道，你们听了就知道。好，谢谢。我们欢迎宜真的才艺部分。有一位美丽的山地小姑娘，她住在高山上，每天唱着山地情歌，歌声是如此温柔。哦咿呀那咿呀哦嗨呀，哦咿呀那咿呀哦嗨呀，那路啊那咿呀那呀嘿。我村，它位在美人山下，那里的人们都玩着童玩，童玩，真是好玩。咿呀那咿呀哦嗨呀，哦咿呀那咿呀哦嗨呀，那路玩那咿呀那呀嘿。是鼓励鼓励，不简单呢。第2遍的时候来一个创作，即兴创作，哇，他提到美人山，想必他这次对美人山的那个印象真的很深刻。可能是第6号啦，刚刚在台下想很久。一在想现在怎么唱，底下怎么唱？因为上一题前2题美人山吗？对。好，前一题。好，这个可爱的小姑娘来出个题目吧。宜真很大方哦，他刚刚就唱有一位美丽的山地小姑娘，她住在第2里。我在说我了。好，我们来考考这个题目：传统仓房的故事中，背小孩的是平民还是头目？平民。对不对？这个答案对不对？是不是平民？对，答对了，是平民。再一次给他热烈掌声。他很大方哦，而且刚刚唱歌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大方。对，就是刚想很久，不知道唱什么。好，那我们谢谢我们6号的参赛者蔡宜真。好，谢谢。接下来呢？